여러분 정원입니다. 네, 안녕하세요. NF 선우입니다.韩团恩海盘的成员金城武跟刘清源来台湾参加品牌活动，规定是真低调。严格被讲为着要和面见面，实单足久。已经妨碍到通行了，已经被人家报案检举了。之前行下嚟客满被奖，甚至直接将车道通行的出入口挡掉咧。又因为主办单位无叫排队的动线，现场真混乱，甚至搁爆发着冲突。昨天12点半的时候，那时候人就这么多吗？没有，那个时候我前面大概不到10个人吧，可能还是粉丝比较激动吧。我还在排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很有秩序，就是大家也不会挡到车，然后我们也没有喧哗，就是大家就乖乖坐在这边，就是很有秩序。然后直到早上的人来，才变得比较乱一点。现场超过300位买奖，可见恩海盆的人气真正足悬的。那恩海盆全体7位成员，其实伫去年1月到捌来台湾开演唱会，团队的声势嘛是伫这当撑起来的。恩海盆是南韩4大经纪公司合旗下唱牌的男团，选秀出道，加上拥有数回归的世界观，立即名气。2摆回归，摕下26个国家全日榜的头名，头一日相关的销量更加超过138万张。 4년 동안 음악으로 하나가 되었고 그리고 남은 시간 동안 또 계속해서 소통을 할 거기 때문에 2023年，将做时尚的品牌大势了后，根据数据公司的统计，因体品牌得到4040万美金，相当是13亿新台票的媒体影响价值。不过，这摆只是来台湾剪彩，容易当引起到这悬的讨论度。严格也是爱提起民众，入名菜同时也是爱注意礼貌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